后来，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，今年的9月交保了后，拢点气气。一直到最近传出讲，郭文铁已经寄调回到中央党部，甲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形成两粒太阳。郭文铁昨日社群媒体铺影片来回应，讲两粒太阳总比无太阳较好。黄国昌嘛来宣布，讲郭文铁将要展开土城10港。 后个月中旬都会陆续来播送到相关的影片。2个太阳比没有太阳好，就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是小党，哪里还有什么2个太阳都怕热度不够。民众党来2粒日头做伙拍影片，破除卖海风声，是讲今年9月前主席郭文铁交保了，除了伫行出看守所迄一天，甲支持者发威以后，就真少出现伫媒体镜头前。一直到2礼拜前，伊个人的社群平台有这段剃头影片。 随来台北市议员纷纷抛出甲郭文铁做翕相，现任的党主席黄国昌嘛宣布讲郭文铁要展开土城10港。经过了解，将用影片形式伫12月中旬以后陆续的传上网络，未输有意累积郭文铁回归政坛的能量。 很多我看到支持者们都会非常开心，看到柯 P 主席可以分享读书会，透过柯 P 推荐的书，然后也一起去读，然后把读书心得分享在留言区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。经过了解，民众党将透过因较高的空间，将郭文铁伫看守所内底所见所闻，就由读册会形式，甲支持者来互动。 未来敢有机会线下见面党的副秘书长柯副表示讲，春暖花开会是一个好时机。郭文铁动作遮济，黄国昌嘛真积极。重金远航，访日启航。今日日头早，带党内青年团去日本访问，面对中国甲日本情势愈来愈紧张，郭文铁嘛提供访问战略。我们应该要扮演的是和谐平衡的一个角色，而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冲突点。 民众党内2粒日头强调讲，个人做个人的代志，不过2人动作嘛引起政治联想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